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維多利亞州近日遭遇嚴重山火，多個社區受災。澳洲聯邦政府同維州政府已宣布啟動多項救災補助措施，支援受影響居民。澳洲總理 Anthony Albanese 同維州州長 Jacinda Ardern 表示，政府唔單止會喺災害期間提供即時支援，亦將喺災後重建過程中持續陪伴受災社區，確保必要資源到位。目前受災民眾可申請兩類主要津貼。第一類為一次性嘅澳洲政府災難恢復津貼 AGDRP， 適用於住房嚴重受損、重傷或失去親人嘅人士，成人可領1000澳元，兒童400澳元。第二類為災難恢復資助津貼 DRFA， 用於基本生活同醫療開支，成人680澳元，兒童340澳元。每戶最高可以領2380澳元。符合資格人士可透過 MyGov 或者 Services Australia 線上申請。政府呼籲受災居民留意官方資訊，並喺需要時及早尋求協助。新州近日接連發生多宗溺水事故，引發社會對海灘安全嘅高度關注。根據統計，多宗事故發生喺悉尼東區嘅 Maroubra 同 Bondi 海灘，被形容為當前嘅高風險海灘。澳洲皇家救生協會指出，自2002年以嚟 Maroubra 同 Bondi 海灘均錄得至少10宗致命溺亡事故，位居悉尼各海灘之首。喺全國範圍內，2024至25財政年度溺水死亡人數已達357人，較過去10年平均高出27%。專家分析，疫情期間游泳教育中斷，以及民眾前往非巡邏水域活動係風險上升嘅主要原因。數據亦顯示，男性及部分唔熟悉澳洲海況嘅移民群體屬高危族群。新州衝浪救生協會呼籲民眾務必喺紅黃旗之間游泳，避免單獨下水及岩釣，並留意離岸流等潛在危險。澳洲社區快訊報道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 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